咱继续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消息。乌克兰第11讲，伫东南部为罗西亚军方的手头，甲3个庄仔头夺倒转来。伫这进程，罗西亚是讲，乌克兰并无突破因的防线，而且伤亡是真严重。不过，因为为基辅头一线来的消息，相关的资讯拢还无够，所以国际上是真恶判定目前战场的情形。 乌克兰士兵伫咧顿内茨克一个村的一栋被炸毁的建筑物，升乌克兰的国旗。伫咧另外一个村，大家摕部队的旗亚翕相，不过无法度确定这款相片是真的也假。Контрнаступальних дій, локальні результати.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吹十讲，早就已经传好势，乌克兰军队发动反攻，要夺回东部、南部的领土。正伫咧确认反攻加防御行动已经传好势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吹告讲，就算乌克兰军队山顶上看起来顺利，不过也是无法度突破乌克兰的防线，而且伤亡惨重。过去这礼拜，俄罗斯至少2遍讲因拍退乌克兰一个附近据点的攻击，不过媒体也无法度知影战场真实的情形。俄双方伫10月同时宣布，2边国外战俘要加100人。这段影片是俄罗斯国防部所发布，94位俄罗斯的士兵坐巴士登去俄罗斯。乌克兰总统府也官员讲。 95位捌伫咧车诺比核电厂、乌海全岛，抑个巴赫姆特作战的乌军已经被送回。俄罗斯媒体10月报道，有一位伫咧俄罗斯已经待10几年的美国乐团歌手李克，因为涉毒被逮捕。伊6月初6伫咧莫斯科被拘留。初10确定的情形是由国营电视台播出。美国方面讲，知影这件代志，会赶紧提供援助。李克一开始来莫斯科是伫咧教英文翻译歌曲。 港交团的人讲，自2019年开始，因就无过办过任何表演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。